補水係均衡營養嘅重要支柱，無論係為咗整體健康、運動表現，定係想皮膚有光澤，每日都要注重補水，呢樣係必須㗎。保持水分對你一生充滿活力嘅重要性，真係唔可以低估。點解咁重要？等我講俾你聽。我哋身體重量有60%至70%都係水嚟嘅，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如果身體缺水，對我嘅身體運作會有幾大影響。補水會影響無數嘅身體機能，由消化、關節到腦部同皮膚都包括晒。其中一個最簡單又最好嘅方法去保持身體有足夠水分，就係每日飲足夠嘅水。水喺我哋身體好多功能入邊都扮演住不可或缺嘅角色，佢幫助消化，將營養運送到細胞，仲幫我哋透過腎臟同消化道排走廢物。水亦都係關節、器官同組織嘅潤滑劑，佢有助調節體溫，令皮膚保持健康同埋有彈性。如果我哋飲水唔夠，呢啲功能都會受到好大嘅影響。佢到底要飲幾多水先夠呢？如果唔計做運動嘅時候，你每日最少都要飲8杯，每杯8安士，即係大約250毫升嘅水。雖然聽落好簡單，但其實好多人都覺得要飲咁多水好有難度。所以我有幾個小貼士可以幫下你。第一，起身就飲一杯水，之後記住身邊擺支水樽，當係一個視覺提示，提醒自己要飲水。你都可以喺電話度設置提醒，成日提自己飲水。仲可以加咗醪礦或者茶咁樣轉下水嘅味道。當然，你都可以透過食物攝取水分。有冇含水量高嘅食物？包括蘋果，有86% 係水分；西瓜有92%，士多啤梨有91%，青瓜有95%，番茄有94%，菠菜有92%。所以其實有好多方法可以攝取到水分。不過都要記住，唔係所有液體都一樣好。其實液體嘅卡路里好容易令人誤會，仲可以無聲無息嘅加咗唔少額外卡路里入你一日嘅飲食度。所以盡量避免咗太甜嘅咖啡同汽水，酒精都要限制，因為呢啲飲品都會令你攝取多啲唔必要嘅糖分同卡路里。但係有一款飲品成日俾人誤會係健康選擇，就係果汁。例如喺16安士或者500毫升嘅橙汁嚟講，一榨汁之後，纖維全部都冇晒，你就只係剩翻一杯充滿糖分、220卡路里嘅飲品，等同於食咗3片白麵包嘅多卡路里。所以雖然一日之中飲水好重要，但係留意你飲緊咩都同樣嘅重要。Herbalife 草本爐嘅濃縮飲係一個清新嘅方法，可以增加你每日嘅水分攝取，幫你身體保持水分，同時支持腸胃健康。喺入邊有醪嘅植物嘅精華，醪礦含有天然成分，有助於你腸道吸收營養。Herbalife 草本爐嘅濃縮飲係用醪嘅 Aloe barbadensis 濃縮製成，呢個有助你保持水分。佢亦都幫助吸收營養，只需要將3個瓶蓋份量嘅 Herbalife 草本爐嘅濃縮飲混合120毫升水，就可以享受到健康、清新又好味嘅飲品。用 Herbalife 草本爐嘅濃縮飲，保持健康，同時支持腸胃消化健康。可以喺餐前或者餐後飲，每日2次。